百年大變局，福系禍系，分析國際時事，談中美為何必有一戰，未來影響世界最深嘅有乜嘢元素？環節由梁建峰、余飛攜手合作著作《百年大變，福系禍系，誰是 AI 世代新霸權》，現已出版。本書分美國及香港兩區發售，香港區現在開始接受網上訂購，原價每本港幣138，首300本成功訂購有8折優惠，每本港幣110蚊。美國版及國際版可從麼麼噠訂購，掃二維碼即可完成訂購，不容錯過。時事焦點，熱門話題，專業評論員時事觀察，時事觀察。各位美國星島中文電台嘅聽眾朋友，大家好，我係國海，歡迎大家收聽時事觀察。節目播出嘅時間係4月21日。今集節目希望同聽眾朋友分享嘅係備受關注嘅全世界第一場半程機械人馬拉松賽事，同埋一場中國隊以9-0嘅成績擊敗德國隊嘅足球賽事。上個星期喺時事觀察節目面同聽眾朋友分享到喺中國嘅亦莊將會進行一場半程馬拉松嘅賽事，而呢一場半程馬拉松賽事最特別嘅地方係，除咗有人類嘅參賽者之餘同場亦都有機械人同時同人類一齊參加比賽。喺呢場標誌性嘅馬拉松賽事入面，人類同埋機械人嘅選手會係同一時間開始比賽，喺同一條賽道上面係競爭。對於機械人嚟講，完成一場半程馬拉松賽事係非常之唔容易，考驗機械人面對唔同路面情況嘅應對能力，亦都同時考驗佢哋嘅電磁續航能力、機體散熱能力、關節對抗磨損嘅耐久性能等等。喺經歷過因為惡劣天氣而延期之後呢場比賽終於喺4月19號嘅禮拜六如期進行。關於呢場賽事，大家最關心嘅當然就係邊一個機械人公司嘅產品係勝出。最終呢一場比賽係由北京人形機械人創新中心佢哋自主研發嘅人形機械人天宮系列入面嘅天宮 Ultra 喺20多個唔同嘅機械人參賽者之中係率先衝過終點，獲得全世界第一個人形機械人半程馬拉松比賽嘅冠軍頭銜。天宮 Ultra 佢嘅身高大約有 1.8 米，體重大概有55公斤。而家大部分嘅人形機械人主流嘅操作方法都係透過遙控手柄嚟控制，但係天宮 Ultra 喺呢場賽事入面就使用咗無線領航嘅技術，完成跟隨導航同埋長程嘅路徑規劃。天宮 Ultra 機械人可以自主實時調整奔跑嘅方向同埋速度，而同時為咗增加係遠距離奔跑嘅續航能力，天宮 Ultra 亦都使用咗電池快速更換嘅技術。喺今次嘅比賽入面天宮 Ultra 係使用咗2個鐘頭40分鐘42秒嘅成績係完成賽事。呢個成績亦都代表天宮 Ultra 嘅平均速度係每一個鐘7至到8公里咁多。而呢個7至8公里嘅時速，事實上係喺天宮 Ultra 要應對複雜嘅地形之下都能夠實現嘅穩定奔跑速度。事實上，根據官方嘅介紹天宮 Ultra 嘅最高奔跑速度已經係全球領先嘅每小時12公里。天宮機械人除咗係跑得快之外更加係可以應對沙地、雪地同埋山坡等等複雜嘅地形。佢都係全球首個可以實現喺雪地奔跑嘅人形機械人。同時天宮已經係具備抗干擾嘅能力，應對複雜地形嘅移動能力係能夠成為天宮人形機械人走出實驗室，喺真實環境之下執行任務，甚至係喺山地、雪地救援同埋廢墟等等極端環境之下作業嘅基礎。喺戶外真實嘅地形測試入面，天宮機械人曾經連續咁樣攀爬一條好長嘅樓梯，成功登上北京通州區海子場公園最高點，成為全球首個可以喺室外連續攀爬多級階梯嘅人形機械人。喺呢次北京亦莊嘅機械人馬拉松賽事入面，除咗獲得冠軍嘅天宮之外，仲有嚟自中國唔同地方大概20支嘅參賽隊伍。呢啲參賽隊伍帶嚟嘅機械人雖然都係人形機械人，但係佢哋嘅外表、身高、體型同埋跑步嘅姿勢都可以話係千差萬別。最高有超過180厘米嘅，
而最矮嘅呢，有大概只係70幾厘米。有啲係有好長嘅電磁續航能力，有啲呢就有奔跑速度快嘅優點。另外有啲機械人呢，就係擅長格鬥或者係前後空翻。有啲參賽嘅機械人事實上呢，並唔係咁擅長跑步，反而呢，佢哋擅長嘅係面部嘅表情同埋情感嘅感知。正正係因為呢，參加呢一場馬拉松嘅機械人都係五花八門，所以比賽嘅過程入面，佢哋呢有啲係跑把下就會跌低，有啲呢就會走錯路，有啲呢走走下反而呢就會倒翻轉頭走。喺高度嘅關注之下，為大家呢都帶嚟咗好多嘅歡樂，而好多人亦都注意到呢一場比賽雖然呢有大概20個唔同嘅機械人參加，但係最終能夠完成賽事抵達終點嘅呢，只係得6至到7個機械人，亦都即係話呢，從比例上只係得30%嘅機械人呢能夠順利咁樣完成賽事，另外嗰70%嘅機械人呢，事實上呢都唔能夠完成呢一個半程馬拉松21公里嘅路程。但係即使係咁呢，我哋都唔需要失望，因為任何嘅科技發展呢，都唔係馬上係能夠實現，而係必須要呢係經歷一個過程。人形機械人要去到普及嘅階段，成為呢每家每戶都具備嘅一個產品呢，仲係需要啲時間。我哋呢必須要係抱有耐心同埋寬容。而今次嘅機械人馬拉松呢，正正係一個好好嘅訓練場同埋一個演示嘅舞台，令到呢唔同嘅機械人可以呢係喺大眾嘅面前呢係進行交流同埋展示。而呢種嘅機會呢，正正係科技企業呢最需要嘅一個平台。參賽嘅企業即使呢未必係跑得最快或者係跑得最持久嘅嗰一個，但係呢佢哋都可以透過呢個機會呢獲得更多嘅關注同埋流量。而呢啲流量亦都可以為佢哋帶嚟潛在嘅投資者同埋客戶。唔係每一個機械人呢都擅長長跑，呢一點呢事實上係非常之正常嘅，因為喺唔同嘅公司佢哋開發自己嘅機械人產品嘅時候呢，都有唔同嘅開發方向，針對唔同嘅市場同埋應用場景。就例如如果唔講呢，可能大家都唔知道喺呢場馬拉松入邊，其中一個參賽嘅機械人，佢叫做呢 Booster T1，係由加速進化公司研發嘅機械人產品。呢個 Booster T1 雖然呢係喺呢場馬拉松入邊呢係3甲不入，但係事實上佢哋啱啱過去呢，喺德國嘅紐倫堡舉辦嘅 RoboCup German Open， 係喺成人組仿人機械人嘅組別入面呢，係以9-0嘅比數係擊敗德國，獲得冠軍。大家都知道喺傳統嘅人類足球賽事入面呢，德國一直以嚟呢都係足球嘅強隊，而不幸地中國呢亦都一直以嚟喺男子足球入面呢係打得比較差一啲，同德國嘅水平可以話係差好遠。當然啦，喺好多嘅機械設備入面呢，德國呢都係備受公認世界領先嘅國家，有好多好優秀嘅產品。所以當我知道中國隊以9-0嘅比分係壓倒德國隊，獲得咗人形足球機械人嘅比賽嘅冠軍嘅時候呢，都係感到有啲意外。估唔到喺足球同埋機械嘅範疇入面呢，中國可以喺機械人呢個領域入面係反超德國。RoboCup 係全世界機械人同埋人工智能領域嘅國際性賽事，佢係咧從1997年開始咧已經係舉辦，而家咧係吸引咗超過60個國家同埋地區嘅頂尖團隊參與。中國嘅清華大學咧一直都係非常之積極咁樣係參與呢一場賽事。今次參賽嘅中國隊伍，亦都即係咧擊敗德國隊嘅中國隊伍呢，就係清華大學嘅火神隊。而火神隊所使用嘅 Booster T1 機械人呢，背後嘅公司係叫做 Booster Robotics， 亦都即係加速進化機械人公司。加速進化嘅創始人同埋首席執行官呢，係清華大學嘅校友，而加速進化嘅團隊核心成員基本上呢都係嚟自清華機械人控制實驗室同埋呢個清華機械人足球隊，即係火神隊嘅。節目嚟到尾聲，簡單呢做一個總結。喺啱啱過去嘅週末，中國嘅北京舉辦咗全球首次嘅機械人半程馬拉松比賽，引起咗好多人嘅關注。但係咧參賽嘅20個隊伍都係嚟自中國嘅機械人公司，而其中呢，只係得30%咧能夠完成整個21公里嘅賽事。呢個情況呢，令到有啲人呢就擔心呢一個嘅中國機械人嘅馬拉松比賽會唔會係中國呢閂埋門自己同自己玩，表面風光，但係事實上呢，只係自吹自擂。但係當我哋睇到呢，加速進化 Booster Robotics 呢一間喺國際知名賽事入面呢，係以9-0分數壓倒德國隊，獲得呢係機械人足球比賽嘅冠軍。
我哋就可以知道呢，中國嘅機械人呢，的確係喺全球嘅範圍入邊呢，都有非常之強嘅競爭力同埋領先優勢。當然啦，即使係加速進化佢嘅 Booster T1 型號機械人呢，喺呢場半程馬拉松入邊呢，都唔能夠獲得係領先嘅位置。所以呢，我哋可以睇到長跑呢，只係測試機械人性能嘅其中一個維度。有啲機械人呢，雖然長跑未必係最叻，但係佢哋呢，可能係更加靈活，或者係擁有更加快嘅速度，令佢哋可以喺唔同嘅使用場景入邊呢，有自己獨特嘅競爭優勢。無論如何，呢一場機械人半程馬拉松嘅賽事，有幾多個機械人能夠完成到全部嘅21公里，或者呢邊個跑第一，都唔係最重要。最重要嘅係呢，我哋可以透過呢個比賽對機械人嘅發展呢，係有更多嘅關注同埋了解，亦都同時呢，可以睇到唔同公司佢哋嘅機械人產品呢，各自有啲乜嘢嘅特色同埋優點。呢一集節目嚟到呢度，多謝大家收聽，我係國海，我哋下個星期再見。